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2024年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将伫明年1月23号来举行。那么目前咱台南市呢，6席的立委全部拢是民进党的。所以就有人讲你伫台南市要来选立委呢，你只要派青旗就会当选。但事实上，到底敢是安尼呢？那么要来挑战咱台南市的立委选举，到底有偌尔困难呢？咱今仔日邀请到国民党征调提名的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甲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好，咱即摆就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咱今日邀请到的这位呢，是中华日报的执行副总，那他也是我们的前辈哦。然后他是台南市9·1外勤记者学会的理事长，欢迎姚振玉理事长。乡亲大家好，我是姚振玉我是第3选区北区安南区的立委参选人姚振玉，大家好。是非常欢迎姚姐来上节目啦进前姚姐来上咱节目的时阵呢，是参选议员。那时候本来要选那个中西区、安平区、北区嘛，后来就是又去参选的第1选区。这届呢出现哇，要来选立委呢，这样子的挑战。所以其实这样从议员选到这个立委，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你这段过程，然后还有你的心情是怎样？其实我登记以来是做记者然后记者升起来当主管是来看稿。其实长期以来我对政治是有关心、有了解。我家己嘛写一寡评论啦对。去年的时阵，为什么想讲要参选？我去年先参加了国民党的议员的初选北区、中西区的议员初选后来我去北河选议员。为什么北河第1选区？因为阮妈妈是北河人遐个选区有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如果在野党没有推参选人伊比在野党限制的1票就当选，所以迄阵国民党就讲无振玉，无你来遐恁妈妈的故乡参选议员好不？拼一个。我其实也是临危受命啊。我觉得说，既然我对政治有一些看法跟信心我就去。那经过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乡亲给我很大的疼惜，因为时间实在做对了可是也很遗憾啦没有办法为国民党再拿下1席，为回到乡亲、回到妈妈的故乡为大家服务，其实有一点遗憾了不过后来我回到我的新闻工作，我回来报社上班，来今年初有这个机会，对立委的选举我有参加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挑战啦。那之所以我会想说要参选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参选了，对，因为我觉得我就回来做我自己新闻工作，然后我可能有心的话，我就可以做自媒体做一些对时事关心的一个节目对。可是后来大家知影台南市6个立委拢是民进党的，对啊，所以整个政治环境其实变成一党独大，没错。其实在野党根本没有空间了乡亲有不同的意见也很难表达我感觉今摆的政治氛围其实对于咱的乡亲、对地方的发展不是做好啦所以国民党来问我讲我敢有个参选的意愿其实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不妨一试，尤其是我这届第3选区其实长期以来，对，其实讲白了国民党在这里空间非常的有限没错。过去都是强棒啦，因为很艰难，但是也都是强棒。谢龙介我们的前主委也选过2次，然后后来我们童小云北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选过。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台南市最艰困的选区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但是我想想，我就觉得说，把这件事情单纯化。如果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选区打出一个局面其实我觉得立委跟议员毕竟不一样它整个层级是不一样。对，议员是地方服务，那立委其实是监督政府、中央政府的监督，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那我觉得以我的一个理念概念来的话，我觉得我比较不是像说有这么样的一个机缘在地方服务。但是如果立委，我觉得如果有参选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就愿意尝试。虽然大家都很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啦。对，
哎，真的呢，大家都吓一跳，对不对？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一区你对到的是真的是陈亭妃这种，大家都觉得非常稳的。是因为他其实长期以来，他当议员嘛，哈，当立委，那他自己也想选市长。所以他在地方经营其实时间真的很长。对。那有的人觉得说，哎，就是姚振宇，你是不是真的那么爱选举啊？哈，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不是我爱选举，正好国民党在这个时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那恭喜宾喜啦哈，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哈，我感觉我是较无机会啦，因为我不是典型的，也不是传统的国民党的参选人，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乱局当中哈，有机会，我觉得哎。不妨一试啦！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对政治的关心、对国家的关心、对社会、对乡亲的一个重视，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机会，何尝不能尝试？就是我前几天遇到一个长辈哈，他自己也是选举了哈，不好意思说他是谁，但是他就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哈，你都是一个很大的成长。那我认为就是说，在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里哈，是国民党最不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好的机会了。哎，对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不是就单纯选举这件事情来看了。我觉得整个政治的关心跟投入，我觉得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更多的人呐。对，所以我就身先士卒了。对啊，因为大家会想说，哇，台南市那那些个全部都是民进党，那其他民众有一些声音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传达嘛，对不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你每次都是临危受命上次5个月的时间去选第一选区但是你的票真的开得很好，5986票。真的不简单，你知道吗？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哈，有一些乡亲他跟我讲，他就说，还好，国民党有你来，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含泪投票。那这一次哈，回到第3选区，因为其实我是公园国小、延平国中毕业的。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是在大道新村，所以北区其实还有工作，中华日报是在北区，其实那是我的生长的地方，我的人际关系的地方哈。我的朋友知道我要选举，他就跟我讲说，他终于有机会投票给我了。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真的很高兴啦，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服务或是为大家发声，我真的觉得也很荣幸，坦白讲。对，所以就是说，原本有可能想选第一选区，现在又再回到你其实最熟悉的还是第3选区这个部分。对，因为其实坦白讲哈，这里是都会区，比较都会区啦哈。其实也可以，对我来讲哈，因为没有时间长期经营，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情况啦。但是我觉得，以一个中央民代来讲哈，它的一个大原则，它对政府的监督其实是不管在哪一个选区，该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选区的限制对我来讲，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啦。是，对所以其实现在6区嘛，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啊，对不对？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每一区都是艰困的选区。对，其实真的每一区都很难选，但是每一区都要有一个代表的选手。所以这次振宇有荣幸哈，被推出来代表参选，我觉得也是真的是一个机会啦，所以我接受这个挑战。对，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想说，到底是这个民进党熊贵囧，还是说，其实是国民党太弱，还是其他党太弱呢？在台南市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姚姐，你长期就是身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你有在观察，你觉得说国民党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说民进党会当在台南市可以拉些国民党没法度？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不可否认啊哈，民进党真的比国民党太会选举了，而且民进党的这个政治经营其实是很厉害的。所谓的政治经营是什么？我觉得以我来讲哈，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参选，我自己深刻体会到，选举是一个很花钱、很花时间、很花体力、很花金钱的一个活动哈。如果它比喻成一个活动来讲的话，民进党也是一棒接一棒。伊今仔日议员做了袂歹，伊就升起来做立委，立委袂歹啊，伊起来做市长，所以他整个这个是活路的，他政治栽培是很轻松的，而且再加上他是长期执政，所以他几乎有很大的资源去找很好的人才，比较好的人才来参与，然后共同的一个提升跟成长。那相对的，因为国民党哈这30年来都是在野，他靠的是个人的经营。政党的一个势力当然是有了哈，但是他还是要靠个人的经营。那个人的经营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议员做了伊无立委通啊做，所以伊的
议员一直走，所以新人较无机会啦。就是说国民党的席次哈，像上一次我们市长选举哈，其实市长选举选票差不了多少，4、5万嘛哈。但是我们市议员的选举的得票其实也不差不多，但是我们席次几乎少了1/3。为什么？因为我们国民党无人参选，参选的人少。对。为什么不爱参选？因为感觉机会无大。对。所以而且选举它很花钱，所以很多新人他会很却步，没有一个人来带领的话，他就不敢选嘛。传统的思维上来讲，它会限制很多国民党的一个新生代出现了。就是因为没有新生代青黄不接，以至于国民党就比较难继续成长，所以它会受限，它就有瓶颈，它就没有办法突破。那我觉得这一次，就像我们主委哈，我们市党部主委林敬旺讲的哈，他觉得我们这一次6个人哈，就是有的党友哈，有的是同志。那我们这一次的参选的条件哈，参选的参选人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算条件不错啦。跟过去来讲，我觉得这次真是有拼呐。就像我们民进党的立委哈林俊宪他讲嘛哈，赖清德的这个子弟兵他讲，只要国民党能够在这里，他相对的意思，伊的意思是讲，民进党爱伫遮绿色拢替哈赖清德的动算。那我觉得我们国民党想要主攻的就是说，我们至少在这里要抢攻下来啦。6席哈，6个选区至少要拿下1席，甚至更多。这是我们大家这6个参选人的一个期待啦。对，所以其实姚姐，你这次被党征召来选的这一区，真的是我们大家看是非常困难的一区哎，因为这个现任的陈亭妃立委嘛哈，那你看他7、8、90。已经4届要挑战5连霸，然后而且人家就是会觉得说他就是市长级的，因为有意挑战选市长，所以他的基层非常的稳哦。好，那党征召你来选这一区，你觉得就是说党为什么看好你来选这一区？坦白讲，这一区哈，真的是因为很艰难哈，最艰困的选区里面遇到最强的对手哈，没错。所以传统的一些参选人他是不愿意选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资深的议员哈，他也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参选的空间哈。对郑瑜来讲，我觉得这个参选的过程里面哈，他们讲政治没有不可能，当年哈王玉婷会输。也很多人想不到啊，对，我们台南就是那时候第1选区有一个议员落选，但是他立委当选，所以很多例子是这个政治情势的变化是很大的啦。那我觉得资深的人他有他的包袱，他有他的优势，他也有他的劣势。对新人来讲哈，就是尽力表现，然后加强宣传，让人家认识我，再加上对手陈亭妃他有一个民进党的一个包袱，我觉得啦哈，是好处也是坏处啦。因为最近民进党的执政让大家不是很满意，甚至很不满意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切入的一个点啦哈。再强的对手哈，他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战过程，只是让大家来了解对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支持者。或是我自己都不能灰心，或是都不能觉得怯战，我觉得都要勇敢的迎战哈。这个挑战才刚开始，我觉得未来的时间哈，我们期待是一场君子之争啊。我觉得我跟亭妃也認識很久了哈，对，他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我也跑新闻哈，年纪也长他一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民意代表啦，所以在地方上的服务口碑不错。但是因为安南区、北区哈，它还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势。那它背后还是也有一些包袱啊哈，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在选战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做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怎么样的选择都影响到未来嘛。对，那其实民进党在咱台南市哦，就是执政也大概30年，然后那其实包括起建户啦、议会，或者是说到中央，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民进党转包的为，然后就是会变成说，只有一种声音会传到上面去。好，那就是好。那现在就是刚刚有讲到，其实现在的台南市也有一些弊案啊。之前大家就很熟，88枪，好，然后炉渣啦、光电啊等等，都很多人都说，这次都是有弊案。然后后来最近就是那个前经发局长陈凯琳也判刑了。所以其实您对这个
目前台南市市政，您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就是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哈30年，然后这几年来逐渐的把他们过去累积的一些问题哈，到现在爆发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能够政党轮替的一个关键哈。最近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经发局长哈，他因为贪污哈被判刑，对，一审8年哈，他在这个审理的过程，还有法院的这个判决书上有提到，其实他是利用在那个七股工业区开发的过程当中，他向厂商索贿。其实陈凯琳他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他以前在高雄市政府待过，然后其实我觉得陈凯琳变成陈凯琳，绝对不是他来了台南市政府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好，对不对？他不会是在台南市政府开始才会有这种贪污的一个行为。如果他是在台南市政府一起来起进户，台南起进户开始敢向厂商索贿，那我相信市政府一定有不少陈凯琳们。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这个背后的意义是很大的。陈凯琳当初他在议会被谢龙介质询的时候，被林彦柱质询的时候，其实市政府是很袒护他的，市政府都觉得听他讲，就是整个质询都是接受他的说法。然后市政府当初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事情不会到这么严重了哈。对，我常常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哈。检调单位他是到陈凯琳的办公室去搜索，把他带走。他那个位置是在经发局长的任内，就是他在局长室被带走的。对啊，是不是可见于市政府的政风单位对于陈凯琳出这个事情，他并没有事先的了解跟掌握？如果今天市长哈，他知道说他有这些向厂商索贿啊、接受性招待啊这些事情的话，他还会让他一个会让他坐那个位吗？不可能嘛，所以检调单位伫迄个位给带走，市政府问题是严重的啊。不过到今嘛来看哈，咱没看到市政府有任何的反省啊。他们还一再的讲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发现之后移送调查的。如果今天市政府发现他的问题移送调查的话，应该会把他的职务先拿下来。对啊，对不对哈？那个时候还有帮他讲话。对，伊都袂互伊局长做甲伊伫局长的时阵，互人掠去嘛，这对市政府是足严重的代志啦哈。所以从这个案件，而且他的贪渎事实是很夸张的啦哈。对，大家如果大家拿看那判决书、看新闻，你也了解哈。仔细看一下就知道，对，好离谱。其实他的情节是很夸张的啦，他公然索贿。然后他跟人家一起买房子，然后他叫那个建商帮他跟银行超贷那个贷款出来，然后还装潢房子。然后他跟他住在一起的那栋大楼有谁？就是民进党的光电大哥嘛，郭在清啊哈。这个案子其实到现在还在侦办。说到郭在清也扯到88枪嘛。对，其实检调这个案子啊，震惊了全国，也凸显了台南光电案件的一个重点啊哈。郭在清他被人家开枪，还有前议员谢财旺的服务处被开枪。OK， 他们抓到了开枪的人，他们认为是这个人的问题。那事实上哈，这个安姑还是哈这是开枪的人。那他检调单位他有没有去？伊刚好可以查讲，伊为什么开枪？是因为光电利益的分配不均，伊可以开枪的嘛？那所谓光电利益分配不均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况？这是不是检调单位应该爱给大家说明？那我觉得哈，就是我前几天哈，我在安平港的时候，有一个渔民跟我讲哈，他说现在哈到外海就是沿海哈，不太容易捕鱼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光电造成的影响哈，影响了当地的生态。所以这个事情是还蛮严重的啦哈。政府发展绿能。OK， 绿能是干净的能源，对他们来讲哈，但是它造成的地方伤害其实是很严重的。我们讲到光电哈，最近谢龙介也拍了一系列的一个片子，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哈也到了地方来看哈，七股北门来看一下那个光电的现状。其实真的，我有一些朋友哈，他以前是在后壁哈第一选区后壁那边。他就觉得说，不行哦，以前后壁是大谷仓、大粮仓，可是现在有一些光电的，有一些土地没有种稻，没有种植，他改种光电、种电。然后我们有一些渔翁，安南区七股这边沿海的渔翁哈，也架起了光电板，因为他们都觉得租给光电业者比自己去养殖好。那这个循环下来，就会变成我们的农渔业受到侵蚀。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哈。有一个养殖的这个议员他就讲哈，过去我们沿海有养石斑，
鲈鱼，但是现在比较少，为什么？因为环境不好，对，生长的环境不好养啊，对，所以他们干脆不养。然后这里就是栽培那个石斑的一个种苗。那其他这些鱼啊，哈，这些小鱼、鲈鱼啊，一些简单的鱼，就是向东南亚买。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危险啊，因为我们的农渔业萎缩之后，我们靠进口，那万一台海之间有什么问题，或是海运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吃什么？对啊，对，我们的稻米、我们的稻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的养殖渔温又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安内喜别安娜这个对待完的因红喜在，我觉得是很严重的啦。对啊，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官员有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看到的说出来，影响他作为他们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基层这些农渔民不会讲谎话，他没有必要嘛。一共的就是也是在位嘛，所以咱若无听入去这决定，我觉得真的是很对不起乡亲呐，我也是感觉。因为其实讲到这个农田或者是渔温这个种电这个问题哦，那就是可能他是讲说不会影响你的耕作啊，你下面还是可以这样建列币哈啊，卡起列鱼呀。但是很多渔民他会觉得说我已经收你租金了，然后有时候我遇到这个天灾，我的农作物可能会毁损啊，鱼呀熊寡，寒太热都死光光，那我这样子弄了，我这个真的是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他干脆给人家种电。对，可以收比较多钱呢，对不对？对啊，就是因为他的收入有影响嘛，你没去狗啊，你得也是在探几嘛哈。然后我那天那个渔民就讲说，他觉得因为电有在跑，所以他还是有一些震动，所以对那个养殖业的鱼来讲还是有影响。所以的是他是捕螃蟹的，他觉得真的有影响，就是看不会生啦，看不大只啊拍起呀，对，所以干脆不要养了。所以他们不只是养殖，他连海外的捕捞都有。受影响了，对，然后很多人说还有这个温度都提升温度就越来越热。其实我们自己也要看哈，我们在市区走，很多停车场它现在也盖起光电板嘛，对，很多学校的校园里面的一个校舍，它也盖起光电板嘛。那我觉得政府应该要交代哈，就是台电亏损4000亿，那我们绿电这么多，那为什么台电亏损？这个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讲一下？我也想要提到，就是说哈，我们这个整个政策长期以来在这边哈，这几年其实大家感到很不满意啊哈。疫情期间的口罩、疫苗，好对不对？让大家觉得很不安全感。那我们现在6个民进党的立委到底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是我们大家想要思考的哈，就是他们其实是为他们的执政党辩护。那对于民众的这些反应，他到底反映了什么？我常常讲哈，我到基层去讲的时候，有一些基层的民众也跟我讲哈，行价不好啊，行进动嘛，赶快进动这波后的爱哇他面临了被换，他才会改变。他如果觉得说啊，我这安呢，你嘛是个倒我这安呢，我嘛是继续执政，伊为什么要改？伊都不可能改啊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你6个都是同一党的立委，6个都是执政党的立委，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现象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政治环境啊，坦白讲，对，可能就是也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基层走哈，就是一些浅绿的一个中间选民，他真的想要教训民进党，真的想要教训民进党，坦白讲，对，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料太白。对啊，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好挑战的机会啦。对，这是一个必须政党轮替的关键时刻啦。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嘛，国民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对，好，那就是说目前的一些政治的环境跟政治生态可能存在有一些问题。那姚姐，那您这次竞选的主轴大概会抓什么样的方向？就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哈，就是这些过去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检讨哈，我觉得光电的正义哈，我的名字叫姚振玉，我不知道哈是不是那个老天特别给我一些职务哈，所以我这一次的主轴就是台南姚振玉，支持姚振玉。那正好我们最近有一个看板在那个火车站的圆环哈，我是姚振玉嘛哈，再加上侯友宜是总统参选人，再加上第6选区的陈以信。
再加上第5选区的立委候选人王家珍，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正义成真的一个看板在火车站门口哈。哪公阿北看到乡亲哈，拜托去会洽讨跟看起来哈。我觉得这次就是要实现正义啊，光电的正义，还有一些法令的正义，还有一些福利的正义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哈，也是这一次可以切入的一个观点哈。对我想要做的就是这样子哈。另外我就是很多朋友他也问到说哈，为什么姚振宇你要参选？你跟他干动了啊，之后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哈？我自己有提到哈，最近我们大家在讨论前瞻建设，进户开机哈，8800亿哈，8年来在地方做一些建设哈，然后。最近这2天啊，就讲到屏东的一个棒球场25亿啊。哦，棒球场25亿。对，25亿哈。这个王宏威立委他提出来的哈，结果红梅哈，感觉讲啊，你台北人哈，唔知影阮屏东人哈，需要一个棒球场，一个场馆偌济哈，25亿盖一个棒球场，到底合不合理哈？对不对？这个大家想看看这个。对。那我是觉得政府哈，民进党政府这几年哈，太会搞工程跟建设。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啦，开这家建设到底对地方上有没有好处了哈？我这几天在我的脸书哈提到几个案子，因为从这个屏东的这个25亿的这个棒球场哈，我也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不是反对建设，我绝对支持建设，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民代对于这个建设的定义哈，就是是不是有就好了，然后用数字来看哈，然后甚至有一个立委他说他争取了260亿啊。260亿，这是什么概念哈？其实我觉得他们把那个数字哈给它集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难道没有这个立委政府跟台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就不做这些事情了吗？不会嘛哈？但你必须要思考这260亿到底对民众有什么受惠啦？像我过去在新营选过第1选区的议员嘛哈，那时候我就去参加了那个国图南馆的一个动土，对，这个国图南馆哈，它总经费有57亿盖一个图书馆哦，然后它的土建部分哈，本来是24亿，到它最后标出去的时候，它变成34亿多，变成35亿，一个场馆，它就花了57亿，光土地就30几亿，哇，对，土建的部分啊，土建的部分就是建筑盖起来，你就要34亿啊哈，再加上整个内部的一个充实啊、装潢啦哈，整个购置它相关的设备，它到57亿哈。在新营那个地方，它因为县市合并之后，它行政中心已经迁移之后，它被边缘化的很严重，都市发展其实受到影响。对，那我们如果有50几亿的时候，在那个地区，我们是不是盖一个图书馆是最合适地方的？我不晓得大家要想想看，说，你会因为那个图书馆盖起来，然后就带动繁荣吗？对，发展观光。他们争取的议员哈跟立委，他们就觉得这个57亿我们天底下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们一定要接。但是郑玉认为就是说57亿真的不小的数目啊。我们政府不是有钱人啊，我们政府现在举债多少？那天监察院审计部他提到。我们现在的欠款哈，就是特别预算之后，我们的总负债到6兆5兆9千多亿6兆，所以这个是天文数字。那我是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这样的工程，这样的一个建设是不是有必要？当然啦，到手的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不好了哈。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需要的，真的需要来好好的一个讨论一下。还有那天我们在安南区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史博物馆哈，它其实在那边其实也不错啦，因为安南区其实的确是需要一个建设。那天文化部长来，他就说还要再给30亿来扩建。对啊，我觉得30亿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吃多少的营养午餐，吃多少代，吃多少年。我就觉得政府的钱不应该是这样用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哈，就是说我不是排斥这的建设，我不是感觉地方无需要，不过这的钱那用在别所在，敢会较好哈。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吧，看一个新闻，就是一家5口在车子里面自杀，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遗憾哈。还有一些长照的悲歌，就是我们自己哈这个年纪
其实咱的老大人哈，年纪也不好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很需要我们这一代来照顾。但是你知道哈，久病无孝子，久病造成孩子很大的负担。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资源来照顾这些老的小的？这个才是我觉得政府要做的。你拿30亿去盖一个场馆，我们现在人口老化，出不了门，小孩子生得少，这些馆场。你可能10年、20年之后，大学都关了，这个场馆会不会变成文资馆？这是有可能的，真的是有可能的。而且你看，场馆一开，水电、人事多少钱？这个是长期必须要稳定的一个财政才能够维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在这几年搞前瞻建设，花了很多钱，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我们的政府财政？这些东西丢到地方上是不是需要？对不对？我觉得像我们国民党去年市长选举的时候提出来65岁的老人免健保费，对，这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这6都当中只有台南市没有做。那我觉得台南市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长期以来他说没钱，可是别的县市做得到，你台南市做不到，台南市没做。今年开始做啊，不过有一寡乡亲甲我反映伊的健保，因为他65岁以上，他没工作嘛，所以他的健保是挂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有收入，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免健保费的这个福利啦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民进党政府，他长期以来在这边执政，他就会对于民众的需求，他比较没有那么 care。他比较 care 他想要给民众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较无同款的所在啦因为我这久我安怎做你拢会算我，所以我就变成我感觉我爱互你啥物，我就互你啥物，不是感觉地方需要啥物我来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党轮替我们在选战过程中必须要提醒到大家的一个部分对，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这政党一直之前真正无盖好啦政党轮替换人做换党做，台湾较无同款啦，因为真正咱的乡亲真的有很大的怨言对这长期以来的一个没有改变，或是情况更严重，政风我们最近这个经发局长的事情也可以看到我们缺少了强而有力的监督强而有力的在野党，这也是我们国民党必须要调整、及时调整的啦。如果不调整，我们真的有点愧对于我们的乡亲，对，没有照顾好他们，对，哇，所以其实咱来听着讲，哇，中央要拨钱，予咱要做什么款的建设，什么样的建设，大家几十亿，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是建设在了台南市。但是其实就像刚才姚振玉候选人所讲的，可能你要把它弄来盖什么场馆那未来也有可能变成文资馆的状况之下，很多人可能在长照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补助啦方面，然后关系到自己生活，已经就是闲话赶口鬼我们是不是应优先来照顾他，把这个钱用在对的地方？那可能就有需要说不一样的声音来监督了，对不对？对啊，就像你如果有30亿，你可以做什么？现在大家少子化，有一些大学或是学校都会有一些闲置的空间嘛对。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那个荣民之家，本来在崇明路上的那个仁爱之家，他迁到永康那里去，结果他一开出来200多个床位就是爆满。就是大家都去登记，为什么？其实有需求。对。那我觉得我们在地的这个对老人的照顾，是不是比那个场馆更迫切？因为在2025年之后，我们的老人人口其实是比例是提高，甚至到2成。然后我们的人口一直在老化，但是我们新的年轻的人口，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生不如死嘛，他们讲生的数据还不如人的数据死的比较少，生的比较少，死的比较多。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策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调整对。像屏东有没有需要盖25亿？地方上觉得需要，地方觉得他有钱有够，那屏东他自己的民意代表或者他的政府必须要去理解说，伊即马上欠的是不是一个25亿的棒球场？咱台南嘛要去检讨，咱是不是中央给咱一个57亿的一个国家图书馆之后，我们将来还需要什么？
对，这个57亿的建设对地方来讲，是不是地方最迫切需要的？其实我自己在当时选的时候，就在地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我觉得有点心疼啊。尤其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不爱文化事业？其实不是，网络时代来临真的去图书馆去图书馆是什么？吹冷气、看书它跟过去的一个功能性其实真的不一样了。对，其实对政府来讲都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负担去的人真正你 Google 很快就找到资料了，他会去图书馆吗？当然啦，层次不同啦我不能用这个低层次来讲高层次，但是真的对一般民众他的使用度来讲，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不高啦。对，所以在西北在新营那个地方放这个建设我不能说我不要。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好好的去思考台史博物馆30亿，敢是各爱开啦那咱台南有30亿的建设咱市政府、咱的市长、咱家的立委感觉什么上需要，应该科鲁加啦因为资源有限嘛，他在台南给你这个30亿，他可能别的就不会给你了嘛。所以我们在台南，我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讨论一下对，尤其是我像前几天下大雨嘛，安南区也积水，对，很严重。其实我们台南为了治水，尤其是安南区投了很多钱。我们的前任市长赖清德，他觉得他很欣慰的是，安中路不再成为安中河，但是事实上安中河还是存在。只要它大雨一来，即时雨量一冲高其实你现有的这些排水设施还是没有办法应付啦。对，所以你说治水要花多少钱？它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对，你花再多的钱，它如果即时雨量，像现在就是气候变迁，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它到时候真的会下多大的雨。像中国大陆啊、东南亚、日本啊最近也面临了这种情况现有的这个排水设施完全没有办法抵抗及时雨啦。所以说真的每一个政治人物其实要谦卑的面对大自然其实真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抗拒。但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说这敢是爱开安呢，开加谁？就是我们把这个治水花这么多钱，我们要花到什么样的一个底线？这也是我们这个政府在财务规划上，我干嘛应该爱做的啦？不是说一直开钱的有好啦。对，要去检讨说，到底你花那么多钱，然后为什么还是这个状况？对不对？对。然后刚才我们前一阵子我再主动再提到一个我们前一阵子讲那个前镇渔港，以爱3000万改建。中央给他81亿81亿嘛引起很大的讨论前镇渔港81亿那我自己因为这个新闻，我就到安平渔港去走一下。我觉得最近我也会针对这个问题在我的脸书，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提到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个农业局，然后我看了一个市政府公开的一个前瞻计划的一个表列，他们有300多项的前瞻计划里面，我们有关于台南的渔港将军渔港1500万，然后安平渔港1200万，2个渔港加起来不到3000万，跟前阵的81亿实在差太多了。然后我不晓得主持人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鱼市场，安平鱼市场？有，非常的老旧。对，它晚上营业整个都是水。然后我那天也拍照了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姚振玉其实我底下一直介绍就是说明我这一次选举的观察，还有提出我的政见，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安平港在台湾来讲，其实它是很有地位的。虽然它的一个渔港的一个性质跟功能跟前镇渔港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就讲前镇渔港因为是远洋渔港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多的钱它有很多相关的配套，所以81亿开得起应该不应该啦虽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对，但是我就在看说，为什么我们安平渔港跟我们的将军渔港只拿不到3000万？咱这6个立委，民进党的立委，为什么差这么多啦？对，这是应该质疑的嘛那我们这些立委到底关心什么？不能理解，这是我最近一个很不能理解的一个市政府的一个案子为什么我们的安平渔港，我自己走了一趟，我自己去安平渔港看，那个渔船很抱怨就是说，即使安平渔港升级的被列为是魅力渔港，但是它的
硬体设施其实是很不好的。如果你走一趟哈，那个去看一下安平渔港，它的渔港区的土地不是平的。然后它那个制冰机的机器哈是很老旧的，真的你不敢想象说这个地方应该花钱的地方竟然没有花钱，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关心。虽然我们市政府现在提倡哈安平港区的发展，但是对于安平渔港哈，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对渔民来讲哈，我干嘛这做干单嘛哈，叫这些渔民一起来座谈然后了解解。啊，这官员去地方走一个看一个哈，因今嘛是什么环境哈？鱼市场的作业情况是怎么样？鱼市场的这些硬体设备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很简单啊。你哪有去地方看，你一定会了解啊。对，所以这个不愧是资深媒体人，然后研究非常透彻。那其实对我们整个建设啊，然后钱怎么花，那个我想这个姚姐其实都掌握的很多啦哈，很多的资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选举这一面，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第3选区真正是有够拍算的一个选区，然后被拍压很厉害，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做了一下这个。看了一下这个他之前的选票哈，2008年就是第7届立委选举的时候啊，那一次其实就是那时候的陈亭妃委员哦，他挑战那个当时那个王玉婷，结果那时候呢，民进党的陈亭妃拿了86983票，然后王玉婷是86040票，总共2个人差了943票，就差在土城。那时候王玉婷其实也没想到说会输掉了哈，然后后来呢，陈亭妃在4年后又挑战了2012年第8届，他就拿了139301票，然后那时候是对上谢龙介，好，那谢龙介拿了84095万票。那个时候其实跟王玉婷的票没有差很多，是好，然后之后呢，在4年后2016年，陈亭妃第9届的时候又拿了149002票，那谢龙介拿了53705票，然后到了上一届2020年第10届的时候呢。陈亭妃拿了136815票，那童晓云也是拿了52886票哈，所以就是说，从前面可能国民党在2008年都8万多，然后降到5万多。好，那这一次来，姚姐，你觉得说你在第3选区可以选出什么样的票？其实哈，我觉得选票对我来讲哈，其实压力其实是不小了哈，的确是因为过去差太多，那也因为过去差太多哈，以至于对我来讲比较没有包袱了哈。因为为什么？其实陈亭妃哈，我们这次这个选区是北区跟安南区，北区是陈亭妃过去当议员的选区，对，他现在议员不做了，做立委，议员给妹妹做，所以他们也算是政治的一个2代了哈，他妹妹算他的2代啊，北区已经够屌屌嘛哈，他有议员有立委。那安南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陈亭妃的这个战友就是我们的前议长郭信良。郭信良他在安南区的影响力非常强，对，他甚至当年带走了很多国民党的里长哈。但是他因为最近出事，涉及从化的弊案哈，所以他现在就是羁押中。那之所以陈亭妃可以在这个选区里面票数拿到全国最高，其实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安南区郭信良照他，郭信良在安南区完全掌握。北区他自己够久，够深入，所以这2个选区加起来讲，对他是非常加倍有利啦。这也是国民党哈比较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抗衡的一个参选人的一个原因哈。没有参选人敢选啊。那对郑玉来讲哈，为什么敢选？就像我那一天跟一个政治前辈讲的，对我们来讲哈，不是那种典型的参选人，比较没有包袱。我就是在这个参选过程当中哈，提供选民一个更清楚的认知，跟我的政见诉求，让大家做一个判断。很多朋友跟我讲哈，第二因为拍算你去算啦。就是因为大家知影拍算，你若算甲袂歹吼，安尼你就袂输啦哈。对，那我自己的对，我的志气必须要，我的志气当然要大一点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啦哈，因为政治的情况很多在改变啦哈。你说当年他拿了10几万票，其实就是连谢龙介出来选，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其实对郑玉来讲哈，其实真的是还
压力会降低很多了哈，这个包袱会降低很多。是，我告诉自己哈，就是好好表现，因为我是非传统的政治人物哈，不是正二代，不是富二代哈，我没有其他的政治大人物拉把哈，像民进党它就是一代传一代嘛哈，家己这议员这料哈。先没这议员嘛，以这里位嘛哈，其实也是一个政治世家啦。对他们来讲，优势就是这个。那我们很难去抵抗跟打破，但是也还是可以夹缝中求生存啦。因为很多乡亲跟我讲，其实，在立委选举当中哈，大家也是会有党派的意识，大家对于民进党执政的一个不满意哈，其实是会有影响到他的选票啦。所以我预估啦哈，民进党这一次的选票在台南应该是不会像过去一样，对我的判断哈，因为这次的总统参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哈赖清德在台南执政7年多嘛，因为最后1年的时候他就去当行政院长嘛，他在台南的一个经验，其实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啦，也会让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做一些选择啦哈，尤其是他当年曾经创下市长不进议会的记录，对，那台南市登革热的死亡也创了高峰哈，那时候最近也很严重，大家也很担心。再加上那个房屋税的调整哈，这些让大家对民进党执政是有感觉的哈。我在地方走，其实大家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关心啦哈。我嘛做感谢大家哈，我就是继续打拼，和大家熟悉，和大家了解，因为我们还是要打破一些政治的势力啦哈，才能够把这个贪腐的结构把它一一拆解哈。我相信这个我们国民党做打拼、做努力的一个立足点就是我们要让正义成真哈。过去来讲，政党轮替真正这个是最好的机会啦。对。好，那就是其实总统跟立委这一次是也一直都是一起选。好，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你总统候选人强不强，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小鸡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最近的民调啊，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其实都是最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然后侯友宜国民党侯友宜反而就是都一直屈居第3呢。所以对你们这个立委的参选人来讲，你们怎么看啊？你会觉得很担心吗？昨天美丽岛电子报哈，它的民调是侯友宜已经超车哈，赶上柯文哲，但是今天又有一个民调又输，对，我们那个侯友宜又到第3哈。对，其实对我们来讲，的确啦哈，如果有一个强势的母鸡哈带领小鸡，真的是不一样。长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侯友宜也面临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哈。对，对于这个在野的整合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国民党还是做的需要再加强跟努力啦。但是我们慢慢的，因为毕竟现在韩国瑜他已经支持侯友宜了嘛哈，只剩下郭董最近也是拼命跑基层啊哈。对。但是我们从郭董他在地方拜访的这些地方人士看来哈，我还是对于那个侯友宜很有信心哈。一些其实大家也知道哈，一些韩友对于侯友宜是很有意见的，对。但是慢慢大家体认到，在野如果没有集合团结的话，其实真的很难打败民进党。对。其实民进党只有3成多了哈，其他的在野势力加起来其实是有6成的。5、6成，其实是他是赢过民进党的，但是你这几个分散力量，你绝对赢不了，你很难赢。所以对我们来讲，整合也是必须，所以我们也一再的向党中央反映。那党中央也知道，侯友宜的部分总统参选人这边会慢慢丢出政见，丢出他的一个竞选的一个主轴，还有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对其他人讲，就会慢慢的归队，因为大家体认到，你必须团结，你才可能打败民进党，对，你才可能政党轮替哈，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也一再反映了哈，他们也警觉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因为很多真的我们在基层走动哈，大家都对林国民党台湾呢，那我们也一再的很耐心的跟他们讲哈，就是绝对会在后面哈，在野势力的整合是到了迫切的关键，因为大家不想要台湾的未来像过去8年这样。
对，因为之前大家会觉得说，你国民党大概提名一个，然后就嫌弃他，然后大家又不团结，然后党主席一换，里面党工啊、党务人员全部又都换。那这个你之前不选的时候，你不挺那个要选的人，那现在你要选的叫人家来挺你，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国民党不够团结那现在就如果照姚姐这样讲，已经慢慢就是有在团结起来了，他有在调整了，因为大家都有体认其实我常常在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他在第2届连任之前他也是被嫌到不行，他的民调也是超差。对，赖清德那时候如日中天，好到不行。可是，一初选登记初，所以那时候赖清德出来登记初选嘛。赖清德一旦登记初选之后，他的民调就开始掉，蔡英文就起来了。这个就他们俩都没做什么，就是因为赖清德要选了。然后蔡英文面临了赖清德挑战之后，他的民调就起来了。所以民调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操作的侯友宜过去的这个民调是很高的，4成多。但是因为种种他一直掉到后来之后，他才出来选，以至于他的民调后来起不来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接近当初的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对比了其实民调是可以操作的。民调是可以被一些事情很快的翻转或影响的，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刚刚讲选战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参考了。我觉得选战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对，好，那其实这一阵子其实都还蛮夯的话题，就是 Me Too 的事件嘛。那身为女性的候选人，我想要请教一下姚姐，对这些事件的话，你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性平、性骚当然不允许我觉得女人现在其实女人是强势的，不是在像过去一样。对。所以男生也不要觉得他可以欺负我们尤其在政治界，优秀的女性，我们总统都是女性了，何况是其他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呼吁我们勇敢，然后面对这些挑战，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尽量。我自己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在职场30年的人，我觉得就是勇敢面对了发生事情你请求支援。那我也相信这个社会跟现在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女人的声音跟女人的一个势力，它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因为女人已经出头天了，在我看来。对，真的都当到总统了，当然就是出头天了。所以我的朋友有人讲，就是说他反而觉得说被性骚扰的有可能是男生。没错有些男生说他们被性骚扰，然后讲人家都不相信，说怎么会被女生性骚扰？但是大家都不要心存侥幸啦就是会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千万不能做。对，所以姚姐，其实你长期做媒体人这么久，那观察这个政治其实都很深入啦那现在自己身为候选人呢，其实你有很多，应该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当选了，你可以来为民众做事，不是说我们用笔来监督，以前都说你当记者用笔监督，以后你是要用实际问政来监督，对不对？对，过去就是只能用笔写评论嘛评论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赖清德不进议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市长，你认为议长贿选，你就可以不进议会吗？因为市长进议会是接受57位议员的监督你因为一位议员涉及贿选，你就不进去。我觉得这个是我当初就用了一个台南民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媒体人，他对于一个时事的一个反应跟判断，还有他的价值判断。那我觉得我今天能够从政的话，我也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精神用发挥正义的精神来看待政府的一个施政跟他的作为，这是我基本上对我自己的要求了。对，那有时候我看脸书IG 等等，都看到姚姐非常辛苦，真的很认真，因为可能以前就是采访新闻，然后用笔在写在监督，但现在你都要实际去几包几卡印，对不对？对，我要到地方走动了让人家认识我，因为没有知名度的确是没有知名度就没有支持度啦。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选举有很多的限制的原因是它必须要有知名度，那其实打知名度是很花钱的。看板你可以想象说一个看板1个月的租金要2万3万多少钱你如果没有钱，你很难有知名度嘛所以对一些资深的来讲，他就是占了他的有知名度的一个优势。你看不名人他不知你，让他们知要道理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很大的努力啦，也很感谢我有机会来上我们这个节目接受我们主持人的访问，我相信也可以让我在地方的知名度更多一点啦对。那另外我觉得该努力的就是，我觉得还
是对于大家对于民意代表的要求，还是他要监督政府啦。除了服务工作之外，哈，我觉得现在很多像议员啊、民代，他当选了之后，他就把他的时间跟精力放在经营选民啦。我不是讲安尼不好啦，哈。但是应该更深入的去监督政府不该做的市政府啦、中央政府啦，不应该做。毕竟民意代表他的职责其实是监督，对，他不是服务。但是很多人觉得服务才有选票，对，因为他就担心他下一次落选嘛，所以他就赶快要做服务工作啦。其实这也没有不对啦，但是我觉得比例上大家选民也要有一个不同的认知啦为什么民进党可以在这里执政30年？我坦白讲啦，不可否认，就是国民党在野党监督的力道不够。最近很多台北的立委国民党立委在修理那个我们台南的一个光电啊，还有沙仑科学城啊，这个部分就显现说我们在地的监督其实是还可以再加油啦。对。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过去长期以来他们对于南部的重视不够。那我常常讲，我甚至在这个国民党内讲你国民党你在南部输太多其实就不会赢啦。因为你在台北那种差距不大，整个选票结构的差距其实是在南部。你南部输太多，你北部补不了。你在台北国民党赢不了太多啦。在南部民进党赢太多，对，就不可能赢。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对于南部的重视，我觉得在野党应该要加油了。对，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请姚姐，还有什么话跟我们的选民朋友说呢？我希望大家给新人一个机会对政府不满的其实就是用选票啦。我们对政府的不满，只有用选票来表达。戏当一盖，好不容易到了请大家把握手上的这一张选票。是，选价不好啦，选进动嘛是赶快，进动做不好咱就爱给换啦换人这个人做了不好，更敢换。这个动做了不好，更敢换。我觉得选民最大是在他4年投票的一次啦选举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把握机会，真正你都爱各担戏当啦。好。那国民党提名的在我们台南市第3选区的立委候选人姚振玉呢，他从一位资深媒体人，然后用他的笔来监督我们的市政，监督我们的国家。那现在他要来参选了那我们大家也期待说，你跟这个很强的这个陈亭妃委员2个人来一场君子之争，非常的期待。对，我会加油，会努力。好，希望大家给我鼓励，给我加油，给我机会。感谢大家。是，就大家听听看不一样的政见，不一样的声音。好，再一次谢谢姚振玉参选人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姚姐。荷兰启明西下这波底加各几段了，感谢你的收看，咱再会。